中新的一頁。我唔係特別喜歡新年新希望，畢竟點解要等到日曆上面嘅某一日先開始新嘅嘗試呢？不過我鍾意沉思，我鍾意花啲時間分析自己嘅思想同埋感受，我又鍾意創造、構思、寫作，周圍漫無目的咁樣行下去探索一下。一年嘅開始就係正好嘅時機啦，所以當我展開生活中新嘅一頁，呢一個唔只係比喻嚟㗎，而係真係去做。譬如去睇一本新書，行一條新嘅路徑，或者聽一首新嘅歌。今次我嘅嶄新開始就係始於一本新嘅手賬記事簿。我都仲係鍾意實體嘅紙本手賬啊，喺精美嘅書冊裏面寫低自己嘅計劃或者一啲嘅諗法。我鍾意一頁過睇晒一整個月或者一整個禮拜咁樣去安排我喺某啲日子預計要做嘅事。舊年我嘅手賬用到冇紙啦，一整年都放喺我嘅袋裏面，帶嚟帶去，拎出拎入，成本手賬嘅邊緣都磨損晒，原本嘅絲帶書籤都畀我扯咗唔知去邊度啦。過完忙碌嘅聖誕節之後嗰幾日，我就去咗一間我好鍾意嘅小店，睇住櫥窗裏面嘅手賬。嗰間小店裏面嘅嘢好靚㗎，架上面放滿咗好多空白嘅日記簿、筆記簿，等住你寫上自己嘅大作啊！上面亦都有過百種唔同圖案嘅信紙，同埋搭配嘅信封，仲有過百種唔同顏色嘅封蠟添。仲有啊，每一個字母嘅印章，佢哋亦都有日曆，上面有一啲係好可愛嘅貓咪做瑜伽嘅可愛圖片，有啲係令人哋迷失喺當中嘅袖珍世界插畫，佢哋亦都有賣手賬㗎。我由凍冰冰嘅室外一踏入店裏面，即刻就注意到裏面嘅一種味道啦，係一種混合咗圖書館同埋工藝工作室嘅氣味啊！聞起上嚟同我喺小學嘅時候嘅圖書館真係一模一樣啊！你有冇過咁樣嘅經驗啊？行行下，突然間聞到一股好熟悉嘅味道，將你帶返去以前嘅時光。呢股力量強大到你要揈一揈個頭，先可以將你嘅魂魄叫返過嚟咁啊！我諗起我哋學校圖書館裏面破舊咗嘅藍色地氈，堆到高高嘅書架，同埋喺度猜想呢啲書裏面嘅內容嗰種興奮嘅感覺。記得有一次，我喺後面角落嘅書架上面拎咗一本舊書出嚟，我將放喺封面後面個紙袋裏面嘅借書卡倒咗出嚟，想知道最後一次係邊個，係幾時借咗呢本書。我讀嘅係一間規模好細嘅學校，同我爸爸細個嘅時候讀嘅係同一間。我望住嗰張借書卡，
由上面向下數幾行，見到有一個係由細路仔嘅筆跡寫住我爸爸嘅名。我估學校咁細，我哋借埋同一本書，亦都唔係啲咩大不了嘅巧合啊。不過當時我記得我就呆咗咁企喺藍色地氈上面，擘大隻眼望住周圍。我懷疑宇宙係咪對我眨咗下眼啊？諗起呢段回憶，我就覺得好得意，決定除咗買手帳之外，我都買張卡寄畀爸爸。我開始周圍行，不知不覺就攞咗一大堆嘢啦，寄畀爸爸嘅卡啦，掛喺廚房嘅日曆，一紮全新嘅鉛筆。我真係等唔切，好想即刻刨呢啲筆嚟用啦。仲有一袋摺紙用嘅色紙，當然仲有新嘅手帳記事簿啦。佢有晒我鍾意嘅功能㗎，仲配埋一個可以放一啲紙條嘅收納夾層，後面仲有幾頁貼紙添。我都有問過自己，其實會唔會都已經過咗用貼紙嘅年紀啊？諗下諗下，其實都唔會啊。貼紙呢啲嘢邊有分年紀㗎？最後，我仲買咗一本新嘅日記簿。其實我已經有好幾本日記㗎喇。我向自己保證，除非舊嘅已經用完，如果唔係，我唔可以再買新㗎。所以我淨係買咗一本啫。好好人嘅收銀員幫我計好數，將我要買嘅嘢都放晒入袋裏面。我又返出去冬天嘅街道上面，諗住喺新嘅一年可以嘗試嘅計劃。我一邊行一邊諗，行過咗好幾個街口啊，我見到喺一間座位排喺窗邊嘅快餐店，遠離門口嘅位置有張空台啊，太好啦！我即刻加快步伐行入去，指住嗰個位。餐廳裏面嘅服務生就帶我入去坐啦。我點咗一杯咖啡，將新買嘅手帳放喺餐台上面。我又拎出舊嘅手帳，一支新嘅鉛筆同埋鉛筆刨。一年之前，我都做過同一樣嘅嘢。我喺新嘅手帳上面寫低我個名同埋電話，用我嘅手去撫平新嘅紙張，好快咁翻過每一頁，寫低一啲生日啊，或者已經約定咗嘅行程同埋諗法。帶我入座嗰位服務生過嚟幫我加熱啲咖啡，見到我喺台上面散落嘅手帳，佢就笑咗一下，然後同我講：我都鍾意喺新年嘅時候買手帳㗎。跟住佢就返去繼續佢嘅工作啦。我一邊飲住咖啡，一邊寫張卡畀我爸爸。我翻睇咗日曆，覺得裏面嗰啲插圖真係好靚啊！我又好快咁樣去查下今年嘅感恩節同埋聖誕節，我想知道會係禮拜幾啊？感覺就好似我真係喺度計劃緊好耐之後嘅事。我諗我只係搵個理由喺度幻想一下接下嚟一年會發生嘅事啫。出面嘅天開始變暗啦，
我就開始執嘢準備走。服務生將賬單送過嚟，我準備畀錢嘅時候，突然間又諗返起好多年前喺圖書館見到爸爸個名出現喺嗰本書上面，就好似係有人喺我手上面放咗一個禮物咁。我將嗰本原本唔應該買嘅空白日記簿拎出嚟，又將一頁嘅貼紙夾喺封面下面，然後將錢同埋日記簿留喺台上面，我就離開啦。我喺張單上面寫咗新年快樂，祝你喺新一年繼續有個好夢。新年通常大家都會買新衫、新鞋，或者換一個新嘅髮型。除咗代表住新嘅開始，大家有冇諗過呢個舉動對大腦有好多好處嘅喎？醫療研究中心進行咗為期6年大規模研究之後，佢哋發現喜歡試新事物嘅人，即使年紀增長，認知功能幾乎完全冇受到影響。相反，唔試新嘢嘅人，大多嘅認知功能都比較差，6年後仲會進一步降低。根據多項研究指出，大腦會隨住使用而改變，透過學習、運動，又或者環境嘅刺激，神經連結仍然能夠保持活躍。喺學習新事物嘅時候，你嘅大腦會保持活躍，保持開機，保持反應靈敏，亦都會穩定咁刺激記憶同埋專注力。學習新事物唔一定要去讀書或者進修，我哋可以從生活嘅一啲小事開始做，畀自己做啲之前從來未做過嘅嘢，唔一定要用錢㗎。聽唔同類型嘅歌，睇唔同類型嘅劇集，搭唔同嘅交通工具，或者改變下你着衫嘅顏色，甚至乎可以嘗試改變呼吸嘅節奏。提提大家唔好走咗去極端，又唔需要日日去試新嘢㗎喎，因為生活裏面有一啲有規律、穩定嘅習慣，對大腦好有好處。所以兩樣嘢都需要並存㗎。日後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新嘅嘢，唔一定要喺新年先開始試做。喺一年裏面，其實我哋平時都可以做㗎。祝大家有個好夢。